被指地面樓層仲低過地面水平嘅樓盤，係位於大埔吐露港嘅天賦海灣。部分座數最低嗰層嘅住宅，即係地面層嘅單位，低於樓盤外面嘅地面水平大約2米。從旁邊嘅單車徑望過去，成層樓凹咗落去半層左右，單位亦都望唔到海景。樓盤售樓書亦冇提及有關情況。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宇華話，規管一手樓條例草案審議已經到咗最後階段。天譽海事件之後，條例亦都加入咗規定，發展商亦都需要列明樓宇最低層嘅樓層同最近街道嘅垂直距離，希望發展商盡早適應做法。根本個法例已經係好快會通過啦，佢哋應該去睇翻而家嗰個法例裡面嘅條文呢，係盡量已經去適應一個新嘅法規，因為我哋係而家係講緊呢，我哋係希望盡快去引入呢個法例啦。亦都係好期望立法會可以就住呢個法例嘅審議係盡快去幫助我哋可以完成呢一方面嘅工作，喺現屆之內呢可以做到呢一方面。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主席李永達就認為，發展商冇喺售樓書披露情況係有誤導之嫌，而地政總署同埋屋宇署喺事件上亦有責任。如果屋宇署咧，當佢收嗰個建築圖則嘅時候咧，佢係知道地下嗰層咧其實係低過水平線嘅，咁呢點咧？佢就冇通知地政署，叫發展商喺嗰個售樓說明書裏邊咧，將呢個資料係顯示出嚟。咁呢個咧部門其實有失職嘅。項目嘅發展商包括信和置業、南豐集團、嘉華國際同埋永泰國際。信置就回應話，有關向海方向嘅地面層單位有14個，現時賣出1個。買家係清楚知道望唔到海，同埋單位較對出嘅路面稍低。樓盤模型亦都顯示咗呢個情況。信置話，單位係以私人花園為賣點，並非海景，喺較高單位先以保證望海。地政總署同埋屋宇署就暫時未有回應。